瑪麗醫院首次為本港心臟病患者以新式嘅可溶解血管無架進行俗稱通波仔手術，預計年底可以喺本港應用。以往病人進行俗稱通波仔嘅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手術之後，心臟會長留一個金屬支架，而新技術就利用一種可分解嘅塑膠物料用嚟製造血管無架，而無架會喺2年之後溶解，方便病人日後病發嘅時候再做手術。咁最大好處就係佢會溶解，佢除咗帶藥之外，佢會溶解，溶解咗咪即係冇嘢發生過咯，冇嘢發生過。如果你萬一要翻做呢，佢會易做啲啦。瑪麗醫院係參加咗一個全球性嘅研究，試用呢項新技術。本港就有3名病人試用咗，咪好咯，唔使成日孭住個架喺個身度嘛。呢一款新嘅心臟血管無架，預計價錢會比起舊嘅金屬支架貴大概1倍。專家希望技術嚟到香港嘅時候，價錢可以更加相宜，惠及更加多嘅市民。無線電視記者張鳳平報導。